伫咧英国台中，互人叫做文化城，对日本时代开始就坐戏院。不过对着社会发展，连锁电影院兴起了后，一寡老台中人的娱乐场所也渐渐消失去啊。国美馆甲地方文书团体最近就办一个行台活动，带民众对台中后火车头出发，用台语小解台中电影产业的起起落落。 咱即马看到的一个戏院是伫即个战后才开始经营的一个风中戏院，但是其实伫日本时代时阵，即个建筑物就伫咧啊。台中文书团体伫咧台中后火车头成功路即带，用台语替大家小解即间捌经营一架子的风中戏院。1953年以前，这是台湾歌仔戏院；1953年以后改建做风中戏院，主要放西洋片。2004年，连锁的大型电影院开始兴起来了后，全收起来。南台啦、南华啦、丰中啊、台中区，都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的约会的地方。这是咱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是足侪戏院其实随即个都市的发展了，豆豆啊都收起啊，都无去啊。讲起英国台中人的休闲娱乐，即间伫咧南华戏院边仔的罗氏广告社，画过真侪出名的电影扛棒。16岁伫咧学画扛棒的罗师傅，讲即出台语电影《大劫梅花鹿》，就是伊画3点钟的作品。可惜就是讲，即马无那个样品让你们欣赏，好人用掉。众人行伫咧烈空铁道顶头，也阁发现李行导演拍刺压人家的电影场景。台中以前有所谓的文化城，像以前有一些中央书局文协，也透过文协这地方，也会再有一些艺术，就那时候所谓的映画了，就是说现在的电影。来上面来发展。国美馆甲台中地方文书团体对台中电影的发展史出发，带民众对后火车头用母语了解英国，互人叫做文化城的台中，到大又真有故事，真迷人。记者民警陈保罗台中报道。